25岁女星昆凌4年前嫁给周董周杰伦，婚后为他生下一女一子，夫妻俩经常在社群网站放闪，羡煞不少网友。上个月，昆凌还在周董的40岁生日送上价值近千万的蓝宝坚尼 SUV 大礼，让周董又惊又喜。对此，有人质疑买车是花周董的钱。昆凌今25日出席品牌活动时，也霸气的回应：“当然是我付钱。”本月18日是周杰伦的40岁生日，不过他的爱妻昆凌早在上月与亲友们举行圣诞交换礼物时，就偷偷串通亲友准备大礼。送给周董一辆要价近千万的蓝宝坚尼 Urus 休旅车，让周董事后兴奋地在 IG 放闪，直呼眼睛睁开，真的吓傻了，谢谢你精心策划准备的生日礼物，并透露第一次被女生送车。昆凌这个惊喜也被封为地表最强交换礼物，不过仍有人质疑他买车是花周董的钱。据 Today 报道。对此，昆凌今25日出席品牌活动时，也霸气地回应：“对啊，当然是我买的。”表示这是送给老公周董的生日礼物，怎么会是他付钱？